好，燕子小姐，我们安排现场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，我们先赶快小燕子小姐推荐，谢谢。安排好听的歌曲，一同来欣赏。快点啊，快点！玩。台南马公庙，延平晋王祠北边马公庙，我要供奉古圣将军祠，圣将军祠。啊，抒情歌曲，小燕子今天走抒情路线是吗？是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你也看伊的米，是上米香的大粒的，这插杯了。我们爱的小小。